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12月13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要提供南市家长更加优良的托育环境，市府社会局积极来建设着公共托育家园。上午因伫咧新市开办公共托育家园，这嘛是咱台南市第6间的托育家园，盛大规模。未来将会提供予新市甲南科的家长一个全新的选择。现在咱市0到2岁的囡仔有26000多人，市府为了提供家长更加优质的托育环境，积极来推动相关的托育政策。其中位伫新市区甲南科中央的3地联合活动中心，现在嘛成为台南市第6间的公共托育家园。13号上午正式来启动，现场嘛来了侪家长甲小朋友共同见证。社会局长刘秀辉表示，这托育家园的成立，嘛会使成为南科家长一个优质的新选择。那这个真的是3个里的联合活动中心，所以我们很开心，就是说我们这个3里家园，那是我们第6家的家园。那我们都知道，我们107年我们想要开8家，那这个已经是第6家，所以我们更开心的能够真的快要达标了。那托育家园呢是我们的既定的政策，那我们也宣导过很久，就是说我们到109年，那我们有这个23家，至少23家要来开办这个托育家园。那一般民众呢就用7000元就可以来到这个把孩子把0到2岁的宝宝就送到我们这个家园来托育。未来这座活动中心嘛会规划做社区关怀据点。社区艺人等等，透过无同年龄的互动，达到老幼共托的理想，嘛满足社区长辈陪伴的需求，互社区的民众安心托育。社会局嘛预计伫109年完成23间的托育家园，互大台南地区0到2岁的囡仔拢有适当的照顾。台南新闻郭博义和乔邦采访报道。市府环保局主办107年台南低碳社区公民参与预算提案计划，上午伫咧北区区公所来举办着成果发表。今年总共有5个提案，入选的有正甲里、振兴里甲大人社区发展协会。由环保局主办台南市低碳社区公民参与式的预算提案计划。今年总共有5个提案，入选的有正角里、彩绘墙面、大林社区太阳能发电系统、甲 LED 的路灯，以及振兴里的太阳能行动车顶。因为入选者拄好拢伫咧北区，因此上午的成果发表会嘛选伫北区区公所来举行。这边真幸运啦，咱拢总有5个，全市有5个社区提案要录取3项。足欢喜，就是咱的振兴正角还有大型社区会使脱颖而出，得到咱拢总额各社区有10万块，拢总30万的这个补助。伫遮咱就是甲咱的成果来做一个发表，受咱的振兴里伊就做一个咱的太阳能车，另外正角就是咱的一个彩绘，那另外大型就是做一个夜间照明。这上个主要就是透过这个提案的机制，互咱的民众提出讲，咱需要做啥物款的物件，互政府预算开伫个民众需要的所在。现场嘛邀请入选者分享，正角里长吴同志表示，参与社区的提案计划，上大的收获就是用个凝固社区居民的感情。而振兴里太阳能行动车，不但会用个煮咖啡、泡茶。同时，嘛会利用资源回收来做社会共餐服务。去年有一个资源回收的计划，资源回收就是拄啊前辈，我的那个吴里长讲的，就资源回收。资源回收就是4月份到5月份会当申请，伊就是讲政府互你环保的物件，你逐个月甲你民互动。互动的时阵，伊回收的物件，你家己会当个体付迄边，还是讲你家己摕去互购物商去回收，把这个经费又纳入恁的共餐，这拢足好的一个活动。
其实说金额小，可是你跟里民就是有互动的。环保局今年首次试办提案计划，入选3案全部拢执行，执行率达到100%。预计每年将刷到南区举办。欢迎有兴趣的区里或者社区发展协会，拢会用个提案，入选者将有10万块的经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知名创意料理大师跳大师为着要搭上韩国瑜这波韩流热潮，特别将台南特产沙白鱼来做变化应用，号名叫做韩国鱼。韩是搭配着韩流热潮，国是因为国姓鱼的名称。并且推出40道韩国语的料理食谱，要为台南的渔产来做行销。这一道韩国语的料理，不管是红烧、烧烤，或者是清蒸，以及韩国语沙白鱼丸，用鱼皮包咧，鱼皮就像成兔子，鱼丸就亲像月牛同款，号名叫做“兔子跟着月亮走”。全部拢是挑大师廖胜芳的创意。韩国语基本上是热潮了哈。不管你现在喜欢都不喜欢哈，它就是一个商机哈。那因为现在目前在高雄非常红，那台南的出产的虱目鱼，虱目鱼本来伊就是叫国姓鱼，马人叫牛奶鱼，那这个鱼就是我们今天做的菜，就是把这个虱目鱼去皮，然后用这个鱼皮包上它的这个菲力的肉，形成一个无骨无气、无障碍享受，取名为韩国鱼。韩当然是韩国语的姓韩流，国就是国姓鱼。鱼就是出名的虱目鱼，所以是一尾无骨无气、无障碍享受一尾鱼啊！所以这个鱼我们大人小孩都非常的喜欢吃，尤其我们虱目鱼一尾鱼有222支的刺，取食非常不易，所以大人小孩都不太喜欢吃它但是它非常高营养，又是胶质。那我们今天有第二菜叫做兔子跟着月亮走，我们就是用虱目鱼皮包上虱目鱼丸，那号称咱台南这特产叫做环肉有肉有肉的这个虱目鱼丸。为了行销台南的农渔产，挑大师特别配合这波的韩流，在宜园科技村甲梨美园等人的大力推荐，希望会用帮助沙白鱼产业更加升级。台南的虱目鱼，这个一个花园地也是一个全国最大的一个产地。那最近我们都看到政治已经结束的一个段落了，未来大家怎么样去拼经济？我们高雄市的市长新当选的韩国瑜他为了我们这个渔业、农业以及在这个各方面的产业以及商业方面，怎么样开阔一条商机，让我们的国人能够有一条很活络的商业的与国际的舞台。这全部都是一自创的，都是由他自创的所以他是这么的用心，希望将来因为沙白鱼当讲是咱台南的产品，当然代表沙白鱼，所以伊从这个咱台南的一份这种产品我们在地化的产品，就是咱的沙白鱼发扬的，就是依然还能够发扬光大。现场除了10道无同的韩国语料理。另外，主办单位佫特别准备韩国鱼的泡面，就是事先将鱼皮甲鱼肉煮好熟，然后佫加入泡面内面做伙泡。虽然沙白鱼全身有200多支刺，不过经过处理以后，全部无刺。未来这40道的韩国鱼料理食谱嘛将发行，提供民众来做参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已经连续举办到第20档的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因为响亮的名气，过去比赛拢会吸引国内外侪学习音乐的学生前来报名参加。明年度的比赛，卖当对今这个月15号就开始报名，也欢迎所有学乐器的学生前来报名参与。一年一度由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甲台南市音乐协会所合办的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持续办理至今已经是第20档，维持着一项公平公正的比赛原则，伫咧国际之间得到真好的名声。过去有真侪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所在参赛者，最近这1-2档来又搁增加了越南甲泰国的参赛者，也互这个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愈办愈盛大，愈办愈有规模。我们这大台南国际音乐大赛。到明年，也就是2019年，已经20周年了。那我们这个比赛一向就是以那个评审委员
高水准的评审委员国内外的知名的教授，还有演奏家来当我们的评审。另外，也因为是这8、9年来有国外的学生也来参加，差不多每一年都超过1000多位以往都是大陆那边，还有新加坡、马来亚。那现在越南、泰国也陆陆续续过来，当然日本、韩国他们是零零星星的过来，但反正我们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因为我们的水准一定要到国际的水准了，所以他们会来。那我们今年因为即将过年年假，所以我们把比赛的时间报名的时间提早到12月15号到12月31号。那希望各位踊跃来报名，我们这比赛绝对是公正公开公平的。互来自国外学生甲台湾学生来进行交流，伫咧音乐上互相来竞争、求进步，并且进一步来加强着大台南的音乐实力，是大台南国际音乐比赛一档又一档持续办落去的上大目标。单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伫2007年成立，由一群爱萨克斯风的校长所来组成。因原本利用着做工课了后有闲的时间，将学习音乐当作是兴趣。但伫退休以后，伊更加积极来投入着乐器的练习，并且伫大台南地区4界来参加着公益爱心的演出，得到侪侪好名声。这个拢是退休的校长，因聚集起来组成了台南市校长 PP 萨克斯风乐团。原本因是利用做工课以后下班的时间来进行着乐器学习，后来退休以后，就拢专心来投入着音乐的领域，不但参与侪侪公益演出，更伫2016年来取得街头艺人的执照。因所演出的音乐，听过人拢大大来学了。成立了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参与各项的一个公益演出。那在2016年我们也取得了台南市文化局的街头艺人证照。那我们就开始思索说，应该要为社会尽一份的这个力量所以我们就开始从事一些公益的演出我们结合了义警的德兰启智教养中心将各位就是我们演出的打赏的相关的经费捐助给德兰启智教养中心。另外，我们也结合南家湖中心也来协助他们来对这些弱势孩子的一个劝募工作。那我们的成员目前有9位啦，都已经从校长等学校的职务退休下来。那我们也期盼说，我们透过每一个礼拜的一个练习让自己在有一个退休的时候有一个生活重心目前台南市校长 PP 萨克斯风乐团卖定期伫咧赤坎楼来进行着公益的演出，并且将收到的打赏金全部拢捐予育井德兰启智中心。因也表示，为着要帮助社会上的弱势，因会继续打拼。咱的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
国际知名玩具小汽车品牌今年迎接了旗下迪士尼系列的10周年，业者也特别甲南胖购物中心来合作，举办10周年的特展。现场规划了大型的扭蛋机，也有复古小汽车的拍卡景点。13号正式来启动，透过镜头带大家来看卖。知名的切特米亚汽车品牌托米卡，今年拄啊是旗下的迪士尼系列车款10周年。为了庆祝这值得纪念的一年，业者特别甲东区的购物中心合作，伫购物中心内设立了10周年特展。其中伫1楼准备了《玩具总动员》当中的场景，互民众会使拍卡翕相。同时伫4楼的主要展览空间，嘛安排了纳米馆的转转转转乐，顶少年人上爱的拍卡景点，邀请大小朋友做伙来遮拍卡翕相。那我们决定把这个跟迪士尼来合作。来把这一个全台独家的特展，能够在台湾我们最棒的这个环境，能够把它呈现出来。那也借由这个托米卡的这些商品，丽婴国际也投入了一些资源。我们希望能够在这样子的棒的环境呢，能够也刚好今年呢是米奇的90年生日，在这么有纪念性的这个时间这个季节里面呢，希望借由这样子的环境把它呈现出来。这届展览当中上特别的就是这2台米奇迷你的复古车，会使看到足侪家长甲小朋友拢抢咧甲伊翕相。嘛因为今年拄啊是米奇的90周年，所以现场嘛准备了侪迪士尼的商品，要互喜爱迪士尼的大小朋友拢会使买到介意的商品。对迪士尼有兴趣的民众嘛，千万莫错过这个展览。但新闻郭博义和乔邦采访报道。举办到今年已经迈入第12档的佳肴爱心汤圆活动，主办的佳肴学生议会号召了侪学生志工来分工合作，有的负责煮圆仔，有的分装，有的运送到校园内无同款的贩卖点。这届嘛，首度有外籍的学生加入，互因体验到台湾的传统文化。小滚滚的油鼎，一寡学生志工当无用咧煮圆仔，并且将煮好圆仔来压上土豆粉。每一粒拢是学生用爱心来制作的。参与制作的不只是台湾学生，今年嘛是首度有外籍的学生，包括日本、包括印尼的留学生来参与。对着这第一届体验，因也是感觉非常的趣味。我第一次参加这个节目，我刚刚在下楼那个有炸汤圆，然后我现在是很开心的，因为那边也有很多台湾人帮忙我这么炸的。然后我看那个东西是有跟印尼一样的，如果在印尼那个有那个好像ondel 还是odading， 跟汤圆是差不多一样的。当这圆仔义卖活动是嘉南夜里大学历年来的传统，今年的学生议会也追加着圆仔的分量，并且扩大举办，就是希望会当募集到更侪爱心，帮助更侪弱势朋友。嘉禾学生因为今年这冬至汤圆义卖活动，我们至今已迈入第12年。那我们当初其实会想办这个活动，其实主要是因为嘉禾学生其实来自北中南东各地，那其实每年偏向的时候，其实都每年冬至的时候其实都没办法回家，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活动，让同学在冬至的时候有一个回到家吃到汤圆的感觉。那今年这个活动呢，我们结合境外生，我们邀请境外生来跟我们一起体验台湾当地的冬至文化，那透过民俗节训，让他们更了解台湾当地的一些文化，并且跟我们台湾的学生一起同乐，那一起制作汤圆，希望就是给他们在回家的时候有满满的记忆。那我们预计今年炸汤圆准备1500万以上，那我们预计募得5万元，那我们全数的所得都会捐助给台东的孩子数的基金会。那我们有搭配就医回收以及发票募款的相关活动，希望可以结合嘉禾同学做爱心，那帮助全台湾更多弱势家庭的孩童。学生非常的团结，分工合作，并且拢是无心水、单纯来做爱心，安尼温暖的画面，也互人感受到厚厚的人情味。买汤圆，做公益，大家一起来参与。咱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潮草红舞团年度的野族创作从结合了新媒体艺术家以及欧洲声音的艺术家联手来创作，这3位艺术家要来共同创作出新形态表演。
武者利用牵挂伫身躯顶的感应器，互两只机器虫会当产生动作，配合武者演出。这出叫做《虫》的舞作是稻草人舞团结合新媒体艺术家王连胜以及澳洲声音艺术家 Nigel Brown 所共同创作的。这项创新的事件，嘛得到文化部科技艺术辅导计划补助。我用的是主题是悔，它是其实虫的部首。那为什么会是要讲悔，不是讲虫？因为它其实是各种虫的综合体，所以悔部它就是可以做任何的结合，比如说蜘蛛啊、蟑螂啊，然后甲虫，只要是跟昆虫有关的，我们都可以视为这一次表演里面舞者的身体动态跟机械虫的感知。有时候你看到上面那个也是王连成做，它也是像飞蛾的一个感觉。它是其实是声控的，然后呢，其实我脚上有一个感应器，然后 Nigel 它的特色是他在做这个乐器，这个乐器叫做 hurdy-gurdy， 对，然后我先请 Nigel 解释一下，刚刚你听到的虫会自体发声，然后它其实是用这个乐器在发声。唐这出创新的舞作，在2月14号到16号一连3天，每一天暗时7点，将伫石鼓文创园区演出。欢迎介科技甲舞的朋友拥有购票入场观赏。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天气济云，有时好天，温度19度至24度，落雨几率1成。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真感谢你的收看12月13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咱再会。